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很高兴呢，利用今天是我们农历12月29，我们特别重视的大节日，就是除夕，也是团圆月。那么利用这个短短的时间呢，师父来简单介绍这一章圆性大师开示的话。圆性大师是净土中的一代祖师，智慧圆满了，他的正量非常的高超，非常卓越。他讲了很简单的几句话，但是对我们很大的启发。他说：妄念原是凡夫的本体，我们凡夫的人呢，出生投胎在娑婆世界，爱不重不生娑婆嘛，念不依不生净土。那么我们会出生在娑婆世界，就是我们是一个妄念散乱心的人，我们满身的习气很重，很执着，我执很深，我的想法，我的认定，你稍稍不如我的心意的时候，我往往就会生气了，愤怒了，甚至于有些采取行动就报复别人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妄念重生了，妄念很多，妄念原来就是我们凡夫的本体。你出生在这个世间，你是一个凡夫，苦恼的凡夫众生，所以我们本身就有妄念，胡思乱想，我们的念头呢没办法停止下来，所以这个就叫凡夫了。我们里头的内心当中有一些贪心、嗔恨心、愚痴心、骄慢心、怀疑心，还有我执我见很强，所以妄念本来就是凡夫的本体。妄念之外别无他心，你想在妄念之外，就外面再去找你真正的心，你找不到了。你这个妄念本来就是凡夫的心嘛，凡夫的心也是你原来的心。各位，你们听明白没有？你说我要找我自己的心，你根本找不到，本来那个妄心就是你嘛，你本来的心就是妄心，妄想心太大了，这是我们凡夫的心。但是佛告诉我们，从妄念中妄想散乱非常杂乱之中，你的念头当中所出的念佛，你能够念出佛号，你虽然是一个散乱心哦，不清净的心哦，是一个肮脏的有污染的心哦，虽然是这样，但是你能够在这个时候念出佛号，所出的念佛南无阿弥陀佛，妄想心当中你仍然保有那种念佛的想法，念佛的那样一个动作，那么你念出来佛号犹如莲花，就像莲花一样，出污泥而不染呐。莲花种在泥土上面，但是它开出来完全没有去污染到，还是洁白无瑕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哦，我们凡夫虽然是散乱心，但是佛不嫌弃你，我就从你妄念之中能够念佛的时候，佛照样的救度你，给我们众生带来一个无穷无尽的希望。我们可以依靠，我们有将来，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归宿，这个太重要。我们虽然是个凡夫，以我现在现有的条件，我只要好好的念佛，照样能够往生西方净土。所以佛就讲一句话，你不必改变身份了，你胖胖的你就胖胖的过来，瘦瘦的你就瘦瘦的过来，你是有读书的你就读书的过来，你一个字都不认识的你也是这样子过来，念佛就过来了，你不必再改变。你有慈悲心的人，你就念佛，我救度你；你没有慈悲心，好，你好好的念佛，我照样救度你。所以佛这么大慈悲，把要救度众生的门槛降到最低，所以佛用这样的方式来救度我们苦海的众生。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圆性大师这一段短短的内容当中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啊，也带给我们很大的希望。好，希望我们所有世界各地念佛的念友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，也借这个机会啊，师父给大家拜一个早年了。今天除夕夜，我们借这个因缘来恭祝大家蛇年运转了，大家心想事成啊，随心满愿。更重要，要60吉祥，道心不退。我们好好精进念佛，大家发愿往生，你成就道业，圆满佛国。师父深深的祝贺大家，谢谢。南无阿弥陀佛。